半杯素，赤参饱，半杯赤。嘿，即阵我来到三比八骨茶，来食八骨茶。你对补给登记，轻快铁站行路10-15分钟之间就会到这边了。我就来试食迄个八骨茶啦。哇，这香啊！真好食咧！这巴上的八骨茶是第一好料咧。多试看卖迄个油饭，水，真水！迄个油饭啊，伊内面的这个猪油啊，会香味，真正是厚厚的。这个啊，袂甲你头家讲啊，我放淡薄就好，而这个是放厚厚的好料啊。巴上食好加西是遐物番的皮的。真正厚，真正厚哦！我食了这个，我毋知食八骨茶佫有意思。这个真正厚的迄个好加西。食完八骨茶，才啉好加西，真好。赤参饱成费17块半，好加西冰4块7，好加西烧4块2。